赏台视午间剧场《双喜》。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。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。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。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无恁喊拢啊！总甲伊刚欠阮钱，阮掠伊来拄潲的。哎，阿你紧救我啦！欠人钱吼，着红菜啦、某早摕出来，当然是做太太的人吼，爱用压赌的啊，对无？秀玲啊，恁翁某去来台北，唔好奋斗，什么好？恁翁放落去干跋筊啊？欠人规身躯。哦，兄弟啊，那恁这做法吼是正确，对无？一般啊，咱嘛是安尼嘛，某吼翁啊欠人钱，某就一定要用掠咧赌的，对无？卡输若无够，怎么叫买掠赌个头，对无？对。哦，对唔对？老婆，你走，来。这个啊，唔好佳哉吼，阿姨会叫我来甲恁看者，啊若无，你也迄两个压去哦，我看你哦，又阁是不甘设想啊。啊，拄也是安怎啦？啊，咱台北哦，头脑毋都好啊做，是咧干跋筊啦。阿三，你千万毋通甲我老爸讲，我伫咧遮的一年，啊讲你袂用甲伊讲我的代志。为什么呢？无为什么？我只是袂互因为着我的代志搁了烦恼。阿信啊，你是要倒来？翁婿是我的，我总是会转去，问伊到底发生啥代志。秀玲。你到底是安怎？我问原谅你，你就无怀疑是无？你想讲要甲我过完婚，让你袂记害你的搞笑？我是你的某，你哪会安尼对待我？你信不信啊？你信不信啊？秀莲啊，秀莲，你听我讲啦，你是我的某，我哪有可能做出这款的代志？哪会无可能？明明是人来出来压我，若不是你的同意，伊哪知影咱住伫个岛？
是阿言。阿言去人拍，伊自杀袂掉，伊唔知将你讲出来。我去报缴，我嘛是希望讲会当加压一寡钱，幸福互你，还佫有咱还未出世的囡仔，有一个真好的家庭，真温暖的家庭。金头，叫是无底深机，我甲你讲，叫你千万唔通去跋筊。你即摆欠这么济教授，万一人人来讨，安尼咱是要安怎？咱只好搁搬出。后来，又去找秀玲无？有啊，我嘛去找秀玲啊，毋过也无看啊。我即晚转啊吼，是当面要甲你讲安尼啦。有啦，啊秀玲吼，搁留一日二条啦。阿三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原谅我不告而别，因为这是当初时我家己选择的路，是死是活，拢应该家己去受。我无想要牵拖任何人，如果你若正经要帮助我，就替我去看阮阿爸，希望伊一切拢好。啊，看袂出讲秀玲啊，佫遐尼啊有骨气啊，这拢是伊个性害着伊。阿姨啊，真歹势啊！你交代我代志吼，甲你办无好。不要紧啦，我会去找伊啦。请问一下，受苦国家该怎么走？哦，请问你是？我第一次来，这里的路还不太熟，我是来教书的。哦，原来你是老师啊。好啊，我带你去好了。真是不好意思啊。阿嫂啊，你休息一点，我两米就等来啊。不用做你啦。老师，跟我来好了。谢谢。你看，阿姨啊，就是安尼这尔热心啦。啊，迄个伊的个性。你是我那个新来的老师吗？呀，哎，欧阳啊，老师好。我叫刘安邦，刚刚应聘到寿府国小来教国语的。哦，看你文质彬彬的，就像读书人。哪里？我发现你们这边的人啊，都好热心啊。真的，我们这边啊，对做老师的人都很尊重哦。哎，老师，你结婚了没有？还没有啊。哎，谁嫁给你好福气哦。啊，我们家有个小孩也要刚念书哦。好，希望我这一期能够教到他。哎，老师多多照顾哦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一定哦。还有多远？快到了，就在前面而已。我奶奶抱你啊！好乖啊，妈妈去做生意啊，好乖好乖。还有什么？什么呀？掉了就不要了，脏了。我不洗一洗自己可以吃吗？反正剥了皮都一样。这你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做生意呀，我看也不是个办法。这你一出门呐，哎呀，我就手忙脚乱的。我看不如咱们换个生意做做吧。妈，做什么呢？我这馒头夹这个肉，生意还挺不错的。哎呀，这没有妈妈在身边照顾他，呀，我就不放心啊。我看，我想叫阿喜帮我们找间店面来卖这些馒头夹肉的，这样照顾金龙玉凤也比较方便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你快去叫阿喜帮我们找个店面啊！好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戆孙就是戆孙啦，安尼哦衫裤穿条条，啊明仔载哦去读册，看要安怎就好啦。
阿母啊，还袂困哦？阿姨啊，你转来啊？哎，哪会遮暗啦？啊，珍珠哦，安尼等规暝，啊拢唔去困，啊你看无？啊叫伊讲安尼衫裤脱起来，啊唔脱起来啦。嗯。姐姐，姐姐，你看，这是我的新制服，跟我的新书包呢，有好看无？非常古锥啦。姐姐，我明仔载就要上课哦，我大家拢要穿安尼去哦。公孙你呀，恁四姐就是知影讲你明仔载要读册，唔才甲你穿这吼新这吼甲新珠包。来，听四条的话，书包放好，衫换落来，较早困的，明仔载要精神哦。不会啦，万一我脱落来，明仔载拍无去，要安怎？这是啊，四条为珍珠一人买，无人甲你抢啦。嘿啦，珍珠啊，乖吼，听妈甲四姐的话吼，衫裤脱起来，好困啊。啊，无你穿咧困吼，啊，毋多困到明仔载起的时阵，啊，这衫裤拢撩撇撇，嘿哦，同学会甲你笑哦。真是的哦。对啊。哦，阿妈，那呢，你帮我放伫四姐的面罩被下底。那呢，明仔载就会白白就袂了啊！哦，叫我甲放在米酒被下底哦，啊，对对，安尼就白白袂了啊！哈，哟，这囡仔个有够巧的啦！来来来来来，进来，放来啦，衫裤，好，安尼比较乖，对不？嘿。小朋友，今天就下课了。起立，起立，老师再见。再见，小朋友，现在放学了。不过你们在路上千万不要贪玩，要赶快回家哦，免得父母亲在家里面担心你们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哦，小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陈珍珠啊，下课了，怎么还不回家呢？我在等我四叔啊。你四叔姓什么？叫什么？是做什么的？告诉老师，老师好通知他来接你。我四叔他叫陈昭喜，专门在抓坏人的。老师看看你书包里面有什么资料，好通知他来接你啊。不用。陈珍珠，你的裙子怎么都湿了？我不知道厕所在哪里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要哭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以后有不懂的或者不知道的地方，随时来告诉老师，老师会告诉你的哈。老师想办法送你回去。还没有弟弟妹妹啊？啊？请问有人在吗？阿布。学校。啊，刘老师啊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嗨。谢谢。你的裤是不臭毛毛。他不小心啊，在学校里面尿湿了裤子，不敢回家。我打电话到派出所去找你，你正好也不在。哈，我刚好回来做饭了。哎，别没事。哎，老师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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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像你这么疼小孩的，又会照顾家的男人，现在实在很少见了。哪里呢？谢谢，我也晚课了。休担心。哎，老师，你请坐一会儿啊。不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这样子啊，哎，不多坐一会儿，老师。不用，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哎，胖来玩。哎呦，走。囡仔人袂使学袂使性地，你会使凊彩讲无去学校都唔去。我不爱去上课啦，害我头放尿，互别人笑。我要去学歌声嘛。你听我讲，
后摆你若好好去学校，4节逐礼拜拢带去掠鱼啊，好无？好啊好啊，我上介意掠鱼啊。那呢，今日就去好无？会遮乖的。阿姨啊，阮家有猪母芳给你啊，拜托袂甲倒推啦。好啦好啦。我下阿仔啊，斗掠猪母啦，物件放车你莫有袂颠倒哦，哈。馒头、挂包、挂包、馒头。金珠，金珠，你伫遐创啥啦？遐危险啦！人也算啦，紧起来！金珠啊！金珠，危险啦！紧起来！哪个行？哎！金珠啊！金珠，你咧创啥啦？安尼危险啦！紧起来，紧起来！紧起来啦！紧来，紧起来！有听无啦？哎！哎呦，我赶紧去我要买车了，快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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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徐老师，徐大爷被骗死你是阮的力量。喜妹，喜妹，是我安巴。喜妹，你不能死啊！喜妹。啊是安怎啦哈？你甲伊讲，我是小盖啦。哎呦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啦？你嘛唔通安尼。阿母啊，金珠甲阿姨去电鱼啊啦，结果将心妹煞电昏倒啦。心妹即摆有安怎无哈？我也唔知影，我是听讲哦，心妹好学校新来一个老师送去病院啦。哎呦，啊，讲啊，这个阿姨啊，实在俺大人大种啊，怎么讲啊要电鱼安尼摕啊？这个囡仔去，啊，唔拄来去甲电着，看要安怎？你搁甲去？好啊啦，我无来甲阿姨啊骂一个，要哪会用的？啊，大人大种啊，替人做这种代志，阿妈熟啦，阿妈有咧吼，哎呦，张妈妈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你是不是对贤妹做了什么？你要是敢动她一根汗毛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饶不了你啊！张妈妈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对喜妹怎么样，只是我不小心。你，我终于找到，我们终于见面。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知不知道我多想你？喜妹，你醒了。安爸，是我，安妈。你不要紧，